深度拆解嚴明熙獨立首戰 CMG 新年 show 背後嘅大玩家佈局。冇咗 TVB 反而上到央視睇透2026年樂壇新霸主嘅誕生嘅。今晚9點鐘，大家係咪準時守喺 RTHK 33或者 CCTV 頻道前邊？當大家仲以為嚴明熙 Gigi 同 TVB 變咗生保人嘅時候呢，佢竟然以獨立歌手嘅身份登上咗 CMG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揚帆遠航大灣區2026新年音樂會呢個大舞台。好多人會問話，以前有 TVB 撐住就話啫，而家佢自己出嚟搞，然後工作室NQ Studio， 點解仲有咁大粒嘅旗艦級節目揾佢表演？係咪背後其實有更勁嘅大莊家喺度發力啦？今晚我哋就嚟傾下呢個話題。第一部分就係經典傳承，點解係合二組曲？今晚 Gigi 演出嘅環節叫合二組曲，合作嘅拍檔竟然係米雪同歐陽震華。大家要留意。呢幾首歌全部係當年 TVB 武俠劇嘅神級主題曲，即係呢個安排呢，非常之高明嘅。身份嘅消解，雖然 Gigi 已經唔係 TVB 旗下藝人，但佢同呢兩位事後視帝級別嘅傳奇人物企埋一齊，喺觀眾心目中，佢依然係代表住香港流行文化嘅接班人。國家隊嘅認可能受 CMG 邀請，說明佢嘅市場價值已經脫離咗選秀偶像，正式進入咗國家級專業歌手嘅名單入邊嘅。第二部分呢，拆解背後嘅隱形大台，究竟冇咗電視台支持嘅資源邊度嚟？大家唔好忘記呢幾日前佢場亞博演唱會送花嘅係邊個？係 CMC 華人文化嘅最高層。仲有 Sony Music 大中華區 CEO， 咁呢個就係答案啦。咁 CMC 其實就係 TVB 嘅大股東，母公司級別。今晚呢場 show 係 CMG 大灣區音樂會。CMC 作為背後擁有強大內地資源嘅集團，要推自己睇中嘅藝人上呢啲 show，絕對係易如反掌。換句話講呢，Gigi 唔係冇咗大台，而係升咗級。佢唔使再經電視台層層疊疊嘅管理，而係直接對接母公司級別同國際唱片巨頭嘅資源。依份獨立呢，其實係一種更有底氣嘅自由。第三部分呢，2026年嘅戰略信號啦，係啦。所以我今晚嘅表演雖然係合唱環節，但係釋放咗一個好強烈嘅商業信號。Gigi唔會只係守喺香港，有咗今晚呢個國家級嘅開年加持。佢2026年嘅重心好明顯會係大灣區巡演同埋全國性品牌合作。一個啱啱自組工作室嘅20歲女仔，第一份成績單係亞博演唱會，第二份成績單係 CMG 新年 show。呢種節奏係一般藝員根本做唔到嘅。結語，今晚嘅合二組曲唱嘅係情義，但背後睇到嘅係實力同格局。嚴明熙已經用行動話俾大家聽，佢已經準備好喺一個冇框架嘅世界入邊做一個真正嘅天后啦。如果你今晚有睇到佢嘅表現，不妨留言話我知，你覺得獨立後嘅 Gigi 係咪比起以前更加有光芒？願你今夜平安，亦祝大家2026年揚帆遠航